例如从前的日本国家，最初降了7天的粮食雨，接着降了7天的衣服雨，之后又降了7天的珍宝雨，最后降下了土雨。所有人并没有土下，似乎转生到恶趣，因此说苦乐是无常的。好，那这个时候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啊，不好意思，我要去一下洗手间，所以就要跟你们请个假大家一起念一下经。哎。Om Bandar Sato,一起念一句啊！Om Bandar Sato, Samaya Mana Bala Sukuyo Me Bala, Nurata Me Bala, Sarvasata Me Bala, Sarvakamasuna Kutam Sarva Tata Kata M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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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 Samaya Sato 哎呀，例如从前的那个霓虹国。那个是当然是印度的一个地方吧，那就确实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世事的一个故事吧，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很多的众生聚在一个地方一个区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呢，发生了好的事也好，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也好，这都是在那个地方的所有的众生共同的因缘有关系的。所以呢，就是在霓虹国呢，就是一开始7天的时间呢，就是下了很多珍宝的雨，然后没有什么是珍宝出现了一个珍宝，天上就是下了珍宝的雨，然后接着降了7天的衣服的雨，然后就是珍宝跟衣服跟还有饮食，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人类众生来说非常需要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相当就是在很多人都是得到这些。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可能很多的就是聚在比较近的一些过去有一起造业的，然后呢就是在要感受相通的这种那个果报的那些人也是可能是到达了这个地方，然后等到再继续下那个衣服跟珍宝那些的那个雨，那就是突然就是下了那个泥土的雨。所以就是从天上降了很多的泥土，所以全部都埋在地下面。那么埋在地下面的时候呢，当然是全部都会埋死了嘛。死了以后呢，就死的时候，我们人都是就是说死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就是比较那个安稳的往生感，或者是突然就是用那个泥土埋下去，或者是什么就是战场上死的，这些死的方式不同，所以就是也是。当然就是过去自己的因缘，加上呢就死的时候呢，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会有害怕恐惧，然后就像这些来说的，已经得了很多的衣服、珍宝、各种各样的东西，但也是没有任何时间可以享用这些，要过任何幸福的生活，所以就心里还是一样的不满的，就死亡也有恐惧这些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堕入了恶趣。那么这个就是堕入恶趣，因为这个地方区域的人都是有过去生造了共同的这种相同的因果，所以呢，就是诸生在这个地方，同样的就感受到这些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因果，就像我们这一次在这个人世界，就是今年就是发生了这个疫情的这样的灾难一样的。人类共同的业力，但这个上面也有业力比较轻的、比较薄的。或者是那个比较重的，这类不一样的，最重的全部都会死，然后最轻的呢，就是身边会发生很多的那种，怎么说呢？最重的就全部都会死，然后再轻一点的就会生病，再轻一点的人呢，就自己的区域跟身边都会发生很多那种怎么说呢？生病什么这些管制这样的时候，就心里也是会有很大很大的恐惧嘛。那么再轻的，现在可能是算是在目前来说到，就算是在台湾的人们来说到，就算是最轻的，但也是有很大的恐惧嘛。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这个病，还是这个病的情况都现在所有的人都大概就多多少少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容易传染的，而且是一传染的话就是那就不知道会死或者是会死，
这样的时候呢，就大家心里都是会有很大的恐惧，而且这个病是真的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一开始这个病一有的时候，就突然就内心里面想起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是自己得了病，那就是肯定是对整个的这个自己的环境里面的人都会传染给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恐惧啊。当然很多人就觉得像就是自己有事就是没有事就没有事，这就是从这两个来说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轻与重的关系。那么我上次一开始有这个病的这个情况，台湾的有一些病人的时候，心里每次都想如果说比如说我自己得了，那也是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啊，就是还有旁边有人，还有旁边环境的这些人都是会对他们都，如果是传染给他们，那怎么办？就有这个，马上就会有这个想法不是说马上就会有想法，我得了病的时候，那我会不会死？不是这个想法。那么这个呢，就其他的病的话又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其他的病自己得病了，那只有考虑自己，不需要考虑他人。就是自己治好的话就治好，治不好的话就治不好，这是自己的事情，然后就不会连累到他人嘛，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次的这个病呢，就是每一个人的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是有环境里面自己环境里面就一定会有一些人嘛，所以亲人家人那些，那肯定是在考虑的范围里面，所以就这个病是一个非常可怕，对吧？但这个来说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人类众生的共通的这种因缘业力的因果，所以就非常严重。所以这些来说的话，我们要知道，但这些也是无常要知道这些都是无常，又不是说很多人所想的一样这个病永远也是不会好的，所以要注意什么？那永远不会好的话，你注意也是，那就很麻烦嘛。所以就现在就是已经是很注意，然后就像比如说管制那个管制的那个控制的好的地方就是比较没有问题，那就没有控制好的地方都是一直都是每天都是增加很多的病人，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吧，但是一定会过去的，所以一切都是无常所以我们今天讲无常的过程，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可以得到一点的安心不要患得患失，对于此生世间的一切幸福受用，应如丢唾一般的舍弃，应当至诚观修，追寻诸佛前辈们求法苦行，思理精进，背数痛苦的主迹。闲列也是无常的，虽然许多人从世间方面而言，能言善辩，知识渊博，机智勇敢，但也有衰败之时。那时往昔积来的福德已经耗尽，思维颠倒，做事不顺，常受他人挖苦，自己遭受痛苦，备受众人欺辱。以前仅有的少分功德耗尽后，已是一无所有。那么这种呢，就是经常都看得到，经常都在我们的这个身边会发生嘛，对不对？你们的一生当中有没有看到这种特别多的信息啊？曾经就是已经很不错的，所有的人都非常喜欢的，而且是听他的那种领导也好学者也好，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大任务，后来呢就衰败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了，一切想法都是好像觉得这个人怎么了，好像这个人是不是已经生病了，或者是已经是精神病了，或者是那些都是因果，因为都是无常所以当然知识是很重要，学问是很重要，能力也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在哪里？因果。过去的善与恶，这个是很重要的。过去的善的果报发生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你今生没有做什么，也是会一样的得到很多人的重爱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很多人的信任你做什么都是会胜利的，你说一句话都是很多人都是会赞美说很多人都是会听的。那么你过去的所有的福报都耗尽了，
那么只是在过去的这些业力开始发生在你的身边的时候呢，你做什么都是没有人听，而且是你说一个人家都是会骂你3句就是这种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呢，那就是没有太大的办法。那就是说想要做好一点的，想要为自己好也是做不到的那么不要说是为他人好这些。那所以就是功德跟福报是非常重要的，一切都是由过去的业力跟福报这2个所感到，然后在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感受到这2种的果报。所以一切善的一切的那个怎么说呢幸福跟快乐来自于善，也是这个意思。一切的痛苦跟一切的幸福不顺利都来自于过去的恶业都是这样的意思。所谓的恶业跟所谓的这个幸福跟福报，这2个也不是长久的一个问题。所以就这2个呢，就是相对就是谁重谁轻，就是相当我们在排队一样的。我们今天在一个买票的地方，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排队的话，谁先谁后，这个就是要按照顺序走的。那么在排队的几十个人里面，那肯定这里面有学问的人，有能力的人，然后就是有犯罪的人，或者是有好人有坏人，都不一样的。但是就轮到谁就是谁是前面，轮到谁就谁是前面，就是所以我们过去造的业跟恶这2个来说的是相当就是一直排队的让我们的身边发生。那么因果是从细微的角度来说到就非常细的，所以一个刹那之中都是会出现很多种的果所以也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想法，一切想法会影响我们的一切事情。所以就是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对的，这也是过去的因果，并不是说你今生是非常聪明，你今天所讲的一切都是对，你今天所想的一切都是对，这种是不好说的。如果是有那种人的话，那就是说明他是过去修得好，他有善的功德善的福报，他有因缘和福报。有些人一生当中都是这样，当他死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都是真正的喜欢他，真正的就是肯定他，那种人也有。那种人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他的那一生当中的这个福报还是没有耗尽所以也是可能也是在他本身过去有很多福报的基础上，那可能这一生当中他也确确实实做了很多的善事，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呢等到他老了他走了也是不会耗尽他的福报的。就像很多修行人一样修行人修到年老走的时候，走了以后也是所有的人都是很舍不得他，而且也是没有任何他等死的那一天，等到那个死的那一天讲出来的一句话，也是没有任何一种，就像那个老人痴呆症讲出来的，或者是精神病讲出来的那种，没有任何这种问题，都是讲的都是非常正确非常殊胜的，这些都是这是也是福报，修行的福报。那么所有的福报里面，修行的福报是最大的最好的。就像我们讲到今天就是生死无常，这个时候我就想要讲一个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发生的一个故事。在左清寺的一个老喇嘛跟我们有一些的亲戚关系的一个老喇嘛，他呢就是过去应该是第5世左亲法王的时候的一个小喇嘛，然后后来第6世左亲法王，那现在是第7世左亲法王嘛。那么后来第6世左亲法王是20几岁的时候就圆寂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整个的西藏就是已经改革了，然后就是解放了西藏。那么所有的寺庙都没有，所有的整个的佛法都已经没有。后来呢，就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然后就是更加的就是在整个的在这个佛法是完完全全在消灭了，就相当可以这样讲，从外表上。但是在这个那个时候，很多的修行人来说的话，那当然也是在自己默默的在修持。像比如说每年的这个护念每年的这个后夜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法会回供法会来说的话，就因为作为我们一个宁玛派的
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就每个月的初10跟25的这个回供法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今天在这里的我们的很多弟子，也是在每个月的这个初10跟那个25号的这个回供是，自从我们台湾祖先大圆满佛学会的有成立到现在的历史上都是没有间断过的，所以非常殊胜。那么这个里面就是大家也是很重视的，但是这个你们一定要重视，以后也一样，就是要质的重视的啊。那你们也不要以为说法会都非常殊胜，我们都要去，当然没有错。但是这个回供这些来说的话，这就是你的一个作为一个尼玛派的一个弟子的话，就日常你必须得要有的。那么这个回供来说的话，也是有不同层次的这种区别。那么如果是修持有成就的一个人来说呢，当他自己的吃饭的时候，就是在第一个在吃饭前的这个供养都可以变成回供的这些来说的话，就是那当然就是很多的人来说的话就做不到的。那么很多的人来说的话，就是不要间断参加回供，那么就是依靠仪轨，然后依靠大家一起共修的方式来圆满回供，这就是我们你一定要进行的，所以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提到这个？那么文革的期间，如果是做回供做念经，这些都根本都不允许的时候，那么在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看你的下巴下面好像在动，但是不是念观音菩萨的心咒啊？人家就是这样问，如果是，那就明天就是在批对会上面你就完蛋了，因为你就是昨天默念观音菩萨心咒，你自己都承认了，所以这样就是已经那么的严重的一个事件。那个时候来说的话，也是我们的上师们，就像那个本马格宗法王，还有老上师如巴仁波切，还有那个老五金活佛，还有我刚刚在讲的那个一个老喇嘛，他叫图丹扎西那我们也跟他学习过，他是一个在左清寺的一个最大的维诺斯最大的维诺斯，那就是临唱者，因为他的那个怎么说呢，商业也好，而且最主要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有学问的一个人。然后整个左清寺里面呢，过去的时候开始到他的一生当中，他是最好的唯一的一个维诺师。当然左清寺有很多维诺师，那么很多寺庙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时间呢，就是只要有一个维诺师就可以了。那这左清寺的话就不一样，左清寺就主要是左清寺平时现在就是相当就是有80个维诺师然后十业金刚也一样，就是一个寺庙道有一个十业金刚，2、3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但是左清寺长期一定要有80个维诺那个十业金刚，这2个都是80个，就有这么多的。那么在80位维诺师当中呢，就是他是最为怎么说呢有名的一个维诺师。但是维诺师是维诺师，他念经的时候就念得好，然后就是所有的仪轨怎么念，这些一切都是他懂那也有其他的人也懂懂是懂，但是他呢就是比较特别呢，就是所有的人都非常认可他的一切想法跟一切怎么说呢他讲的每一句话或者什么都是非常重视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后来呢就是在大概可能是不到30年吧，现在从今天开的话20多年前他就圆寂了。那么他圆寂的期间呢，就是在一开始生病的时候呢，就是一直都是在他那边坐着的，平常都是在打坐的时候呢，不怎么就会那种就是做什么其他的事情的。人来了，他就是要跟人家讲话；没有人来的时候，他就是自己在那边打坐一个。而且他有一个兄弟，他的一个弟弟，他们2个都是出家人，而且他有一个侄子，那个是一个活佛，也是更年轻。那么他们3个人住在一起的，就是住的地方呢，就是跟我们比较不远的，就是离我们的老上师我舅舅的房子呢，就是只有大概可能是100米的距离吧，顶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他一开始生病的时候，很多人去问他的时候，他都是现在都还好，很正常。但是今年我可能是会走，他就是只是内部的人他就说过这些。但是呢，
后来呢，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那几天的时间呢，他有一天呢，就是请老上师过去，那就是平常都是对老上师是很有信心的，他们那个就是师徒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密切的。然后他呢，就是给老上师说了，他要那个进入中医的过程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就是给老上师回报过一次，那老上师也是就一一的，就是给他讲一切都是对，什么的进步，讲了很长时间。完了呢，他就跟老上说，那你就回去以后呢，这就不用来，到了时间我就派一个人去，那个时候你就来一下就可以，我就会通知你，那就这样。然后老上师也回去了，老上师也就是像平常一样，没有什么对这个方面就没有说他怎么样了，每天都是说那个没有这些。那个，但是另外一个，怎么说呢？老上师的弟弟，我们称呼他小舅舅的，他经常去，那我们也经常去看他。看他的时候，他也不会说讲太多话。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他可能大概前5天的时候，他就是每一个人来的时候，他用手指模就会，人家问你说你怎么样，他就说今天就这个样子。然后第二天，大家都认为他越来越好了，那现在很好，那就是大家都说他应该好了，现在他就是说他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不会多讲，他就笑一笑。然后第二天去问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降了一个。然后第3天的时候，他说这个样子，又降了一个。然后第4天的时候就这个样子，第5天的时候这个样子了，所以就只剩下这样。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就上午就说，那不行，现在马上把那个一个仪轨，平常左近是1年修2天的，1年修1次，就是修2天时间的一个大的仪轨，那就是他就说赶快把那个仪轨的那个课本拿来，仪轨拿来，那个上面有一个就是我要写一下，不然那个谁都不懂，就是他要标一下。因为这个上面就是所有的仪轨上面就是很多都是会标上去，要怎么念，这些要加什么那些。今天已经是这样了，但是他就是想要这个。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仪轨拿去，然后写好之后，他就好，那就你去叫那个上师来，上师他都是称呼阿布是什么哥的意思，是很亲切的，就是对上师自己的上师都亲切的时候就会称呼这样的，阿布藏文来说的话就是哥哥的意思，但是这种叫哥哥呢，就是因为太亲切了，对自己的上司才会叫阿布。所以呢，我们左清寺的一个大堪布叫阿布拉贡，以堪布拉加仁波切，就是像老上师他们的上师，所有的人都称他为阿布拉贡。阿布拉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哥直接翻译到哥，那就是讲哥哥的话就没有什么太亲。没有更亲切的吧，就像你们的语言当中来说的话，可能也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珍贵的意思吧，只是一个哥嘛，哥哥就是哥哥，就这样。但是以我们藏文里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切的，就是所有的人都称他为上师是阿布的时候，那个上师就完完全全在他们的心里呢，就完完全全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就是居高无上的一个尊称。那他就说你们现在去叫阿布来一下，那个时候阿布去了以后呢，就是念了经，然后他就这样就走了，走的过程当中，而且他会安排好，他跟他的那个诸位的人讲好，他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屋子里面有一个角落，把他有一个那个木板的隔墙，就是叫他们把这个隔墙拆掉，因为尸体呢放在比较明显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好的，特别那个其他的人来的时候不会是特别的那个怎么说呢喜欢嘛，所以就是放在一个角落，他就安排好了，我的尸体放在这里什么什么，全部都准备好了，然后就走了。那所谓的修信佛法的修持佛法的，然后就一生当中修得好的那些人，就是有这样的因缘跟福报。等死的哪一天，他讲什么大家都会听的，他说什么，他让你们做什么，
他是为了自己的，没有为了自己的事情，他都是为了你们，或者是为了整个的这个寺庙，或者是为了整个佛法的事情，讲出来都是完完全全正确的。已经开始不能讲太多话的时候，都是讲出了一两的这些精神还是非常清楚的。就像一个人很平常的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交代好这边的所有的事情一样的道理。那就是在普通人来说的，那就不一样，就变化就很大。所以这些一切都是什么？因为是因果，因果是好的因跟好的果那么不好的因跟不好的果，所以不好是什么？业力因果所以就我们现在我们有这种修持的殊胜的这样的因缘、殊胜的机会的时候，那我们就更加的要感到我们自己现在是很幸福，但是要知道会有无常。所以所谓的不好的因果让我们变成没有机会修行的这种来的话，这种因缘来的话，那怎么办？那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就不要发生在我的身边。所以用这样的想法也只要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用，一定要行动。怎么行动呢？努力的修持，不要让自己退去这个信心，不要让自己失去信心，不要让自己退转信心。退转信心，那谁都改变不了的。那这个来说的话，就自己的因果，自己的过去的业力。那有的时候就是说，现在可能好像比较没有。我一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昨天去法会的时候，好像回去就很头痛，是不是业障先前什么什么的这些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业障先前，但是业障先前可能是在失去内心当中失去对佛菩萨的信心感，对众生的慈悲的时候，你的业障真的是已经你先前了，业障就已经是来了你的身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相当就是我们修行是做什么？修行也是一种战争跟谁战争呢？跟烦恼战争，跟贪嗔痴战争，跟五度的烦恼战争。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不知道是不是业障先前先后，但是你对这个诸佛菩萨、上师三宝失去信心的时候呢，你就是战败了，开始战败了。贪嗔痴烦恼就是战胜了你自己的所谓的正知正念的思想就战胜了贪嗔痴，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所以一切都是无常。你曾经是修行人，你现在不修行就没有用你曾经是修行人，你很虔诚的人，你做过很多善事，你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的话，你曾经的做的这些善事的功德是会存在的，但是你没有做这些善事之前，更大更多的业力还是显浅了，所以你被这个已经打败了你的信心你的所有的那个善的这种念头都已经取走了，已经断除了你再继续好好的修持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生无常，世间无常，一切无常，对佛法的信心也是无常对自己的这种想要修善的这个概念也是无常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痛苦也是无常，那么烦恼也是无常。当我们有贪嗔痴的烦恼产生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这些都是无常的，所以我们不要跟着它走，我们必须得要从这个里面要醒过来，要这样去想。当我们这个信心跟精进心遇到了无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所感到，现在我的信心就是信心是已经动摇了，所以我不可以这样，我必须得要重新要坚持过去的一切诸佛菩萨为了十句法都是做了多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努力过什么刀山挑火海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努力的修持，以及得到了最后的证悟。所以我们也是必须得要面对这些怎么说呢不正当的一些想法这些思想都是必须得要消灭。我们很勇敢的就要继续努力的修持佛法，一定要这样去想，不然一切都是无常。我们
今天这个修行的方面，就是要今天我们要做的功课留在明天做，明天做的方面还是一样的变成后天，这样的话就是多少个明天，没有能结束的一个明天，结束的那一天就是自己也要走了。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能懈怠，也不能懒惰，要好好的修持，好好的精进努力的修持。我们今天讲无常的课，要起到这样的一个精进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自本作人着空着